镜头锁等来台湾来看，高雄有一个50多岁做石雕的师傅，最近太扫，总是感觉讲哪后有卡物件，结果3扫4扫，竟然扫出像米粒啊大细白色的石头啊，活要惊死。找医生来做检查，原来是带着尘气症，原因就是这个石雕师傅长期拢属迄种石头的粉尘，才会来带着这种的病症。 雕刻进前摕喷枪清洁石头表面，石雕师傅的工作环境就是安尼，涂骹和刀仔顶四界拢是雪白。不过长期吸着这个涂腐，恐惊会甲病毒食入去。高雄这位50岁查甫人做石雕的工课超过40年，不过这2年定定一直扫胸坎痛，然后佫会咳咳无爽快。最近佫直接吐一粒白色石头，像这样白白的，很像是石头状的。这是石头内事件的画面。 岛边这块那白色石头的物件，就生伫伊的身躯内底。看到这样子白色钙化物质呢，病人再加上他本身的一个工作的关系，所以就诊断是一个尘肺症的一个病人。这个物件研判是这位查甫做石雕工课，佮无管四挂喙暗，长期去着尘腐所引起的，滴着刷气，佮唔知影，才会对石头对喙内吐出来。 那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它后来产生了一个瘻管，它就是从纵隔腔那些钙化的一些沉积的石头，会从它的那个瘻管地方，然后从食道，它咳嗽的时候就会咳出来。除了做石雕的师傅，挖石仔或者是做装潢的，拢是有可能会去着尘腐的劳动者。做工课时一定要甲喙掩盖好，啊无若是滴着刷气引起气感的风险是平常人的8倍。